大家好，每日為你報道最新消息。葛蘭喺上世紀50、60年代橫跨歌壇與影壇，係香港電懋影業公司4大王牌演員之一，能歌善舞，唱作俱佳，喺港台、東南亞同美國具有廣泛影響。縱觀中國影史，好似葛蘭咁樣歌舞演三絕嘅華人女星，至今未有來者。電影中嘅佢時而純情，時而嫵媚，雖然唔係第一揀美女，當佢唱跳起身，你就會被佢嘅魅力深深打動。1933年6月13日，葛蘭生於上海，祖籍江蘇，原名張玉芳。佢嘅藝名葛蘭係根據其英文名 Grace 嘅中文譯音而起嘅。葛蘭嘅父親係大學教授，解放前喺交通部任職多年。葛蘭嘅幼年住喺上海霞飛路嘅豫園。1949年全家遷居香港，父親改行經商。葛蘭嘅母親係田房，生咗佢同細佬2人。葛蘭喺13個兄弟姊妹中排行第12，大家庭是非多。葛蘭為咗唔俾母親受欺負，自細就想自立揾錢奉養母親。葛蘭喺上海讀小學嘅時候，已經開始崇拜當年紅到發紫嘅流行歌星周璇同李香蘭。母親發現個女有音樂天賦，喺佢8歲嘅時候請老師教佢彈鋼琴及跳舞。1952年，著名導演卜萬倉喺香港創辦嘅泰山影業公司訓練班招考新人，仲喺度讀高中嘅葛蘭第一個報名，並以最高分嘅成績被錄取。同一年，泰山公司為呢一批學員拍攝咗《七姊妹》。葛蘭同影片中嘅其他6位女主角鍾情、李翔、劉亮華、羅婷、陳雲、容婉清被稱為泰山七姊妹。但日後真正走紅嘅只有葛蘭及名氣遜於佢嘅鍾情。葛蘭啱啱考入泰山公司訓練班嘅時候，昆曲名家余振飛率團赴港演出昆劇《白蛇傳》，飾演小青嘅藝人臨時唔肯上台演出。卜萬倉向余振飛推薦葛蘭頂替。小青戲份唔多，只要跟住白娘子出出入入，偶爾唱上幾句啫。葛蘭跟住余振飛苦練咗14日，從對昆曲一竅不通到上台圓滿完成演出。葛蘭拜余振飛為師，正式學習昆曲表演。後來喺電影《人面桃花》中，二人演出咗一個昆曲片段，佢成為知名京劇票友。喺卜萬倉執導、名旦張國榮主演嘅京劇電影《黃埔村》中，葛蘭扮演代戰公主一角，受到好評。編劇針對葛蘭嘅呢種絕活，時常喺影片中加插一啲昆曲嘅片段，等佢露一手。如《青春兒女》中葛蘭演唱昆曲《春香鬧學》嘅片段，將春香呢個嬌嗔可喜嘅丫鬟演得惟妙惟肖。喺李翰祥導演薛紅梨同王天林導演嘅《啼笑姻緣》中，葛蘭表演咗京韻大鼓。1955年10月30日，葛蘭隨香港影劇界藝人團前往台灣為蔣介石祝壽，並參加咗陸軍演出。佢表演咗一段慢波舞，全體官兵對住佢猛叫慢波女郎。返到香港後，葛蘭即刻被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招攬旗下。電懋公司特登為葛蘭度身打造咗歌舞電影《慢波女郎》，從此行上咗巨星之路。1957年，《慢波女郎》公映之後票房大賣，開創咗青春歌舞片嘅先河。葛蘭飾演嘅慢波女郎無憂無慮，開朗活潑，熱情奔放。影片開場，佢足足跳咗5分鐘嘅慢波舞，將歌舞天才發揮得淋漓盡致。慢波女郎嘅出現，令觀眾發現咗新大陸，風靡咗成個東南亞，宣告咗一個新時代嘅來臨。葛蘭嘅慢波女郎代表咗戰後接受西方流行文化嘅香港中產階級新女性嘅形象，成為年輕一代香港女性認同、羨慕、模仿嘅對象。慢波女郎獲得成功後，電懋公司乘勝追擊，為葛蘭打造咗《驚魂記》。《驚魂記》喺台北上映嘅時候，引發咗年輕影迷排隊搶購電影票嘅行為。亞熱帶悶熱嘅天氣同長時間嘅擁擠，使到好多身體較弱嘅年輕人中暑暈倒在地。醒嚟之後又逼上去，非要買到電影票不可。
葛蘭因《驚魂記》被推薦角逐第3屆亞太電影節嘅最佳女主角獎。葛蘭喺電懋主演嘅多部影片，塑造嘅大多係時髦女郎嘅形象。1959年10月，葛蘭應美國國家 NBC 電視台之邀請，前往好萊塢飾演由著名女歌星丹娜蕭主持嘅綜合電視節目《丹娜蕭劇場》，成為第一個喺美國電視台表演嘅中國女演員。喺為期2週嘅演出中，葛蘭身着旗袍演唱中英文歌曲，表演中國舞蹈，精彩絕倫。留美華僑更以葛蘭嘅成功演出為榮。當時全美44%嘅電視機都收睇葛蘭與丹娜蕭主演嘅節目，獲收視率第1名。葛蘭主演嘅電影幾乎每片必歌，每片必舞。片商得知佢有新作上映，第一句問嘅唔係演乜嘢，而係有幾首插曲。葛蘭對此亦都講過，係咪我當初唔識唱歌就唔會紅呢？我考演員嘅時候都冇考唱歌。葛蘭想向觀眾證明自己係一個純粹嘅演員，唔一定靠歌聲同舞蹈嚟輔助佢嘅演技。喺情深似海中，佢既冇唱歌，亦冇跳舞，結果賣座不佳。1960年，葛蘭主演咗張愛玲編劇嘅《六月新娘》。西方人認為6月係結婚嘅好日子，新郎幸福，新娘快樂，所以佢哋最羨慕6月新娘。第2年嘅6月，葛蘭成為咗6月新娘，同富商高福全先生喺倫敦舉行結婚典禮。經過7個月嘅環遊世界蜜月旅行後，葛蘭夫婦返到香港。高福全嘅細佬高福球娶咗尤敏，因此葛蘭同尤敏係嬸母關係。葛蘭同尤敏合作嘅愛情史詩電影《星星、月亮、太陽》獲得咗第1屆台灣金馬獎最佳影片獎，尤敏成為第1位金馬影后。葛蘭婚後主演咗《教我如何不想他》、《寶蓮燈》等影片。1964年拍攝咗佢嘅最後一部電影《啼笑姻緣》，一人飾演沈鳳喜同何麗娜兩角，集大鼓、單言、京劇演唱於一體，堪稱係代表香港文藝片最高藝術水準嘅作品。葛蘭獎運不佳，多次喺亞洲影展嘅影后角逐中鎩羽而歸，咁亦都埋低咗佢最終息影嘅影子。葛蘭退出影壇幾十年後，對無冕仍然好介意。對一個演員嚟講，我覺得好唔公平。可以話我做一個好有個性，或者好醜嘅，或者老太婆，我會演得好好。或者就係因為我成日唱歌笑眯眯，所以得唔到影后啩。葛蘭息影後做少奶奶後，相夫教子之餘，重新學習京劇梅派藝術，跟隨名師姜鳳山、倪秋平等鑽研京劇，經過多年苦練，頗得梅派神髓。1979年8月，中國藝術團喺香港演出期間，與香港藝術界作文藝交流。告別影壇15年嘅葛蘭首次登台，演唱咗梅派名劇《生死恨》，技驚四座，觀眾報以狂熱嘅掌聲。京劇界都認為佢係罕見之才，推崇備至。1994年，京劇泰斗梅蘭芳8年誕辰紀念，葛蘭同票友喺香港西灣河文娛中心舉行咗一場憶梅清唱晚會，將所有收益全部捐贈慈善用途。1994年，香港衛視中文台曾製作《惺惺相惜話葛蘭》專輯，詳細介紹葛蘭嘅生平。呢個係息影當年嘅葛蘭首次出現喺國內電視。2002年7月，年過古稀嘅葛蘭參加咗京劇清唱晚會，以慶祝香港回歸祖國5週年。2004年，葛蘭嘅先生高福全逝世，享年88歲。葛蘭嘅獨仔冇遺傳到母親嘅好歌喉，對唱歌冇幾大興趣。葛蘭喺香港安度晚年，閒暇時同老友相聚。2019年2月19日晏晝，網友晒出葛蘭同林青霞嘅合照，感嘆話兩代巨星喜相逢。相中嘅葛蘭衣着時尚，狀態極佳，睇唔出已經係86歲嘅老人。一位網友話：見到漂亮姐姐神采依舊就放心啦。葛蘭從1953年從影到1964年息影，一共拍咗33部電影。佢係繼周璇、白光之後有一位歌影雙棲嘅藝人。佢嘅說不出的快活、萬波女郎、海上良宵、
沒有月亮的晚上、我要你的愛、卡門、打乞嗤等名曲經常被翻唱。葛蘭喺接受衛視中文台台長金國亮訪問時，話自己覺得好幸運，咁多年仲有人記得佢嘅歌曲，但佢亦都坦誠，仲係覺得自己吹得最好。呢句說話亦係廣大歌迷嘅心聲。葛蘭喺歌壇上獨一無二嘅萬波女郎，冇人可以代替佢喺歌迷心中嘅位置。好啦，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資訊，歡迎點讚訂閱我哋。